今日同大家介紹呢部香港牌寶馬 X4 全套底盤整備施工流程。不少寶馬 X4 行車一段時間之後，底盤膠套擺臂會慢慢出現老化鬆晒嘅情況，行經路面行動就會傳出明顯異響，轉向亦都會出現虛位行路質感變得鬆散。底盤維修工作完成之後，跟住處理制動系統，為車主提供車盤光碟磨光加工，打磨修正車盤凹凸不平嘅磨痕同葉變形區域，令碟面回復平整狀態，改善高速車抖動、制動腳感綿軟等常見故障，還原線性平穩嘅制動反應。整套維修工序完結，會使用專業定位儀進行高精度4輪定位作業，對照廠家原始數值調校車輪前速傾角各項參數，處理車輛跑偏、輪胎不正常磨損、高速行車發飄等問題。港澳車主北上整備底盤維修制動系統，選擇珠海振華絕對有保障。